大家好，日產 Elgrand E52呢部16年車，咁藉此介紹一下啦。咁我哋 SH836S 咁依家推出限量優惠特價嘅主機套餐。咁我哋呢部係最頂配8GB RAM、256GB ROM。咁呢個 CPU 就唔係坊間嗰啲某大牌子嗰啲啦，會有距離嘅，極之快嘅操作嘅速度啦。咁依家呢部就全部搞掂晒啦，全景360原車解碼，所有系統搞掂。連埋個後膜咧，我都駁好咗啦。具備一個前後分離功能。主要介紹部機，有兩聲，來自 DSP、RDS 收音機。呢部車就收音機走咗上嚟主機呢度，我哋有自動追台嘅系統。全部都控制到嘅。呢啲 panel 呢度 panel 全部可以控制到嘅。全部有齊。呢個有個 B 區顯示啦，智能播放啦，藍牙啦，一應俱全。依家最頂配，我哋賣最低嘅價錢，限量。大家同埋呢個我哋係香港獨家自己定製版本，最高等級嘅 QLED。就都係嗰句，好多疑似嘅，個 grade 數應該有段距離嘅。大家衡量一下。呢一個 SH836S TFCC 極力推介。CPU 而家係 S 版 2.0 版本嘅8GB RAM、256GB ROM 最 top 嘅規格。銷售當中，限量嘅，剩翻唔多，賣完就即止。大家有興趣咧，敬請查詢啦。全部都係 A 加級數嘅嘢嚟嘅，有齊晒 CarPlay 嗰啲嘢嘅，無線、有線 CarPlay、Android Auto RDS 收音機啦。我哋期間選擇性高配，有晒呢啲解碼嘅系統呢啲啦。可以取原車嗰啲功能嗰啲啦。一般日本車我哋包基本安裝，大概都係3000蚊，限量嘅啫。唔好攞個千幾蚊嗰啲去比啦，兩個世界嘅嘢嚟嘅。主板都要嗰個價錢。歡迎各位查詢 ，thank you。